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玉梅老师又来了，看到我也当欢喜嘛，我看到乡亲朋友当感动，好，做的有福气看咱的节目，这一听有福气哈。今晡日呢，玉梅老师要带大家做好树长，好，也安尼那个手腕、手肘，当我有那个妈妈手。好，其实呢，打电脑啦，哈，各位下赖啦，哈，看天花啦，全部都用一只手，好，变到一只手就硬高铁嘞，好，各位安尼网球肘，有冇也个安尼呀舒张啊，哈，拿东西啦，冇办法出力冇力，好，因为老师呢，今日呢有带一个安尼按摩棒，好，佮带一个棍呢。我卡呢，有乜个东西就用乜个东西，好就可以让人疏解呀疲劳。好，先用做运动呢，做运动呢做完呢，再用一个辅助，好辅助的东西，好，第一呢，你手卡出来，好，不用放松啊呢，你侧呢，你会造成那个肩膀的肩头的紧张，好，你就不用放松，手不用放松。你爱舒展哈，你一只手板凳一只手，先左手板凳右手，安尼，好，转圈圈，有冇？你个手腕好，右片下背，左片上来，好，安尼绕呀，转圈圈，好，你个手哈，手指强的，好握拳，好，一只手板凳椅保护椅，好，右片。下背左片当方，好安尼慢慢的练，好一度差不多练20多到30多，好右片，安尼，乡亲朋友，你练习啊，你放松手腕，放松要腕关节，要不用放松安尼，你看哈，一片叶来到右片，来到呀，好来到下背，来到呀，来到左片，来到呀。好，来到上方，来到呀，你呀肩头哈呀，手腕呀，安尼，呀哈，神发，灵活，好，你搭配呀哈，硬高提起哈，你就会知道讲，哎呀，手动无力，哈，无神发，或说你做起哈，有向左片，好，向左片，向右片，向下背，向当方，好，因为老师做介多啊哈，呀手板凳椅，好，唔会安尼，硬做硬跌下来，你手板凳椅，右。下左上，好，有冇耶？你数古听到呀？3、4，乡亲朋友，向下走啊，向下走，健康真系热嘅哟。好，向下走啊，你怎会做安尼啲嘢动简单啊？唔过我知道动顺源哦。好，酸痛系释放那个累积的疲劳。好，酸痛是释放那个不好的能量。好，你有做个下酸痛，你懂感谢感恩。还冇做就酸痛，你就会烦恼，就会担心呢。好，安尼，好，由右而左，过反方向，安尼，有冇？吐气。你安尼转过来以后，要不要动顺源呐？好，那七个顺源哈，顺源还要七个哈，自己带给自己的。好，唔好讲冇做家子顺源，你就担心呢。所有的顺源呢，你水按补，水冇放起来就最好诶。你假使讲也顺痛也顺源，你水冇放起来，你还能用用顺源，你做去保护佢，你做去训练佢，好安尼，长，好树长长好些，树枝存出来，好，你树一直用力，安尼用力。好，按你用力，各位握起来。好，伸直，把牙气血带到末梢。好，弯曲，伸直，弯曲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不用下来，不用向上。给我放轻松。看上面你看了哈，你也左手冇做，右手做，变到2只手冇同样诶。也右手变到动神法，左手变到昂样的呀，好硬高很昂。你当然安尼训练自家，好，故说
你讲，你看那中风的人话哈，一听迄咸样诶，先手脚麻痹，手脚唔会疼痛。好，故说一听啊练呀，手脚的末梢，你手脚的成发哈，你身体一定都会健康。好，一下有数做好些，做数哦。同样，你数哈固定点，你数固定点，强强的，唔好按你用力，唔好太用力。好，强强的，同样按你右片下背左片，好按你你看的哦。那当然按你好懂生意，很小心的呵护他。好，很多妈妈手呢，妈妈最伟大了，做很多事情呢，从木竹。香肠冇做8可来开始，人家数字同冇停呢。好，你听到本去复健，好，啊拉佢恢复嘅疲劳，安尼听通。我记得咯，有右片就有左片，好反方向，安尼右片用来做，左片就用来做，好安尼列。你都家下玉梅老师讲我动情绪不能糖了没？好，各位不用下来，好不用下来。好，不用下来，春秋春，那安尼一只树，像太阳的光芒安尼，好打开来，够张2只树去列，好2只树去列，好，慢慢的，向着方向，2只树向下列，好，够向上存出来，把所有的能量送到你的手指尖、手腕、手肘，送给他爱，送给他力量，送给他能量。好，够握起来哈，把爱收起来，把祝福收起来。好，再伸直，好，这边向上吐气。好，你这样去，眼睛闭起来，你去感觉讲，人家数的几个神法，好，各位呢，你用按摩棒，你给马个好一个笔没好啦，好，你做按呢简单的按摩棒，你看哈，你数不用弄牙脚哈，你压好风了呀，好，你按呢慢慢的拖下去，牙气哈，还冇几多牙手腕哈，你就会较强壮，好，故说你按呢，一只只的风按呢，都下春下来。好，有很多8风齐泄呀，向下背，按你要做得，唔过按一个方向哈，也可以读书啊哈，然后佢按呢，好，存出来，好，不用也没同样啊，讲我听哪没同样，好按呢，好，也没系同样按呢，搭只手指头，按摩，好，过反过转来，也按呢，也转呢，也很多劳宫穴。好，参也咩嘿，人个手的个手腕、手肘个肩，也得会气哈，还冇堵住哈，就唔会往这边塞。一片呢手腕哈，气塞住了，就系因为也气，好气嘛，冇办法动人个手指头。唔要做得人脚安尼，人脚膝盖、纯啊，也系人老师教我的。唔是用东西做安尼，安尼咩动好的方法哦。好，按你们动好的方法，那你有冇一只手指、2只手指臂按摩，汗的哈，只会教人数字做的，不用做到来按呢，踏吧，按呢踏吧，膝盖做膝盖一天唔会舒爽，参也哈脚掌，对呀，当舒服呢，乡亲朋友，吃口呢哈，做一只脚做好些，一只手做好，同样按呢哈，按呢，同样按呢，纯呢，你不用了呀，按呢。有一些的力量，安尼纯啊，有一个嘛个木头啦，哈，你刮痧棒啊，我会动到种刮痧棒啊，用的刮痧棒都冇相干，好安尼纯啊，好个脚踏呗，用右脚到左脚，那安尼咪拄好，安尼咪训练人个手，个训练人个脚，一动好诶，非常的好呢。你看，玉梅老师的手个脚，好，还唔会讲指到讲按萎缩啊、磨练，好做好嘢，好松啊。好松啊，好，也系那个呀手腕的地方哈，就系人家手背，好做好你会看，气血动好啊，好安尼，规个数字还成法，好呀手腕妈妈手，个人网球肘没同样啊哈，你数板豆了，好数板豆呀安尼，前面后背，前面好前后1、2、3、4、5、
6、7、8，有冇？往手做哈，安尼，个左片右片，左片右片停通，好，人家个数要扶登去，人家数掌要扶登去，好，左片右片，左片右片，数掌扶登咯哈，安尼去训练人家个网球肘，人家数扶登去哈，人家个手肘就得到保护哈，左片右片，左片右片，安尼，好，有没有前后？咁样啊，绕圈圈的哦，安尼。乡亲朋友一只通常哈，英美老师来6个月边教大家的瑜伽哈，迄爱教瑜伽今年第27年，哈，所有的精华，所有最好的方法，有最简单的方法，哈，老乡亲朋友分享，希望呢有帮助到乡亲朋友的健康，还有妈妈手啦、网球肘的做的改善，好，反方向了哦，安尼。有记得嘛？前后左右，哈旋转，哈，人家我不会学唔到呀，因为也真然有好的老师，哈，啊印度老师啊，哈，迄记啊，就是记下千年的传承啊，哈，传下来不安尼啊，就唔好，讲老祖宗啊，传承本来的东西啊，唔好不用提啦，唔记得，好，不用好，好吐气，松松啊，松松啊。好，个温数哦，记得咯，1、2、3，一定要扶登去，好，扶登去，同样哈，前后，好，前后停通啊，好，个左右，好，那个绳法哈，关键的绳法哈，一定要安尼绕圈圈，四面八方哈，做通行无阻，好，安尼，个反方向，好，个反方向。好，也系人自家做的咩？假使讲木卡有一个青菜棍的啊，好安尼，然后让个细毛哈往下疏通一下，安尼，也咩当好的方法，好安尼松松啊，好有散咩？唔是讲要涂油啊，散不用那也弯弯咩哈，就安尼，好尤其呀，舒张呀，好尤其呀舒张呀，有冇？舒张呀，安尼，一啲咧，好安尼。最容易受伤的地方哈，轻容易安尼塞住的地方，所以要舒张。好，有一个棍的啦，安尼四面八方，好帮助你气血畅通。乡亲朋友有学到嘛？有记得嘛？妈妈手网球肘说再见，好，今日安尼一个关节与腺体的舒张的，个手腕就到了哟，啊记得咯，有喊彤彤啊，安子生。